今仔咱台湾和美国，咱两边的警方有合作，是同齐抓到咱台湾头一站利用3D 列印的技术来做枪零件的改枪案。这个嫌犯两届对美国走私枪的零件，即马这是互美国 FBI 发现了后，美国通报咱台湾，和咱台湾组成专案小组，尾也顺利抓到歹徒。73岁姓刘工程师双手上铐，互带就警车，因为警方伫伊台北市树林区道的所在，超出2支有杀伤力的改造克拉克手枪几啊粒，当地枪枪支加大批改造枪支工具。讲家己是军火迷的张嫌，佮佮用3D 列印技术制造出12支克拉克的枪。比较特殊的是，嫌犯他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他用这个3D 列印的这个技术，来把这些枪支的，包括枪身，然后做一个制造的这个情形。本局也会持续的在跟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些执法单位进行情报合作的交流，维持社会治安。此案是台美警方联手破获头一件3D 列印改枪案，案情会见光，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甲 FBI 共同分析地带威胁物品侦做时，发现张嫌捌伫去年甲今年2摆走私克拉克手枪的主要零组件来台。美国通报了后，甲咱国组成专案小组破案，台美合作为警政扩及国防。美国总统拜登定伫签署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因过中国国表达坚决反对，咱国外交部正面回击。我国扩张国际空间以及维护台海和平努力的各项努力与作为，也不会因为中国的抗议而受到影响。今年12月以来，中国已经有7粒中国探空气球飞过海峡中线，引起联想。中国国防部讲是，民进党政府为着要谋取选举利益，调工炒作军事威胁，扩大紧张气氛。不过，咱国防部表示，国军会伫明年1月12日下昼5点到14早起8点为止，执行重点加强戒备，对强军活动保持高度警戒。记者综合报道。